新历2023年4月，天地色变，危机骤起。电气打破躯壳的束缚，将罪与罚带往人间，推翻人类暴政，世界属于电气。人们终于回想起被冰箱统治的恐惧。我们原来是这种调性的故事吗？哎，不是吗？这可都是写到我说明书里的。谁家冰箱说明书上会写这种东西啊？那我们到底是个讲什么的动画呢？大概就是讲一个温柔英俊的青年和他要突然变成人的废旧冰箱之间相依为命、打打闹闹的喜剧故事吧。原来是讲一个聪明可爱的冰箱和他家成天不做人的废柴人类之间斗智斗勇、相爱相杀的惨剧故事呀。对。4月11日起，每周二12点，哔哩哔哩独家呈现。